怪道啊？廖老师，这里是哪儿啊？也没有看见海，绿岛也不知道在哪里。就是，哎，这哪儿啊？如果没看错的话，从这到碧岛的码头还需要10公里的距离，走路需要3个小时，可能被骗了。我们是来远足的吗？这是我故意安排的，10公里不算很远嘛。你们平时一个个都疏于锻炼，今天刚好活动活动。有没有搞错？还要走3个小时？就是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走了。哇，费小丹同学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子呢？你这样是完全不对的啊！看着，廖老师，我知道怎么弄。还嘴硬，拿着。哎呀，那这样才对吗？哇，慕容同学啊，你怎么可以把帐篷放到这里了？你没有看旁边全都是海吗？如果整车把你冲走怎么办呀？我要去那边。那边。廖老师，这扣子怎么搭的呀？真的受不了你们这些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人啊！今天终于知道自己干活的艰辛了吧？还有你这搭的也是不对的，你没有看到这旁边都是石头吗？也挪开。人们，帐篷都搭好了吗？如果有想去吃饭的呢，就去旁边捡柴，注意不要走得太远。剩下的同学可以捡些石头搭灶台。啊，慕容同学，还有贝小丹同学，你们可以去捡点干柴回来。周安啊，你拿个桶干什么呀？喝水啊，放下。你去搭个灶台吧，搭稳一点。哎，老师，我们都去干活了，你干嘛呢？等着吃吗？当然不是了，老师要去巡视下周围，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，比如说狮子呀、老虎、大象、猫。总之，你要好好干活了。